深藍星空色彩搭配金箔流動閃耀，宛如宇宙星河般夢幻。出身陶藝世家的藝術家林佩璇，將陶瓷彩繪技法延伸到畫布，在台南精英酒店推出特展，透過色彩堆疊與金箔線條，呈現生命流轉及宇宙連結的想象。其中最受矚目的作品是這件知心。我人生第一幅跟我的12歲女兒吳小仙一起創作，那這一幅畫也是我們人生最大幅的，它是長達360公分乘以120公分。那我在把基底上基底之後，那它在上面加上了它自己的獨到見解的光芒，然後把整個星系串聯起來，賦予它新的生命力。母女透過創作對話，讓藝術展多了溫暖情感與傳承意義。這次展覽除了視覺藝術，也延伸到味覺體驗。曾經獲得世界冠軍麵包師殊榮的吳子敬，特別從妻子的畫作色彩中汲取靈感，以擅長的魯邦種自然發酵技術，研發覆盆子蝶豆花與覆盆子巧克力2款限定麵包。這次的麵包大概就是用比較法式傳統的高水量的洛代夫鄉村麵包下去做，那就是顏色用蝶豆花和覆盆子去做出粉紅色和藍色的效果，就把它模擬成像畫中的那個意境一樣。搭配佩璇畫作的顏色，那我透露個小秘密，其實以我所學，這2個顏色搭起來，它代表就是開始走動，也就是說行動。所以大家吃的時候一邊也可以去想一下，就是說我吃的這個麵包，我就是有滿滿的執行力。夫妻檔從視覺到味覺的聯名創意，展現文化美學與餐飲融合的新形態，為台南觀光與藝文旅宿注入更多特色與話題性。記者周懷談的報道。